基督耶稣降世为着要拯救罪人，这个话是通相信的，也是十分堪得佩服的。世界所有的这个教主，并无任何倒一个教主为着相信伊的人来死。但是耶稣基督毋是叫咱相信伊，伊才替咱来死，伊是为咱降生，为咱来死，并且对死搁活，才来邀请咱相信伊。所以，伊是先做互咱看，甲咱讲，伊才是迄一位真正会当赢过死亡的主。所以，伊毋是教主，伊讲伊是救主，伊是道路，伊是真理，伊是生命。咱何等有恩典，会通来敬拜这位上帝，这位救主？何等有恩典，会通甲这一位主三甲同行天路？何等会有恩典？上帝亲自赐福予咱伫地面上，倚靠伊，伊就要做咱的主，做咱的王，保护咱，照顾咱，引带咱征战，并且为咱征战得胜。所以，咱要伫主面前，同齐来感谢，同齐来学乐。今仔日伫这个圣诞的早起时，咱向上帝来献上感谢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咱同齐献上感谢的祈祷，开声来祈祷，请。圣哉，圣哉，全能的主，阮的上帝，你的听甲阮同在。今日阮伫你的面前，诚侪何等的人，是因为你伫阮当中亲自赏赐活命。主，阮所以要感谢你，你继续施恩赏赐，看顾阮平安。阮伫罪孽当中，原本是诚侪地狱的火柴，但你出伫疼痛来救阮，因着你极大的怜悯赐恩伫阮，所以阮今日会通来到伫主你的面前，用感恩的心来奉献，用感恩的心来敬拜，用感恩的心。甲主你同行，主啊，牵阮的手行人生的路时，互阮的信心是勇健。阮只要有信心，阮就会通经历迄个伫地面上，毋是靠人会当做的代志，是出自上帝你极大荣耀的恩典，祝福伫阮的身上。阮将家己交托伫主你的手中，上帝啊，恳求伫阮的活命内底引带阮。虽然阮有一寡代志，检测阮感觉拍算了无好势，但是上帝你也会通伫其中亲自来为阮征战。你调整好所一切的代志，互阮的心较无你，甲你相同行。愿上赞归于你，愿你的百姓得享你所赏赐一切平安。当阮对你行的日子，互阮倚靠主大有能力，施行上帝国的权柄。来甲主你同行，见证主，诚侪主的欢喜。愿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来，请建基兄来报告，谢谢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，大家早早。早早平安。请各位安尼互相大家讲一个讲 Merry Christmas。Merry Christmas。咱有这个圣诞快乐的气氛。阿门。咱教会的圣诞的暗会，哇，办得真好。哦，因咧编迄画剧啊，有够水啦。哦。阮正德讲，伊咧停车的时阵，两个恰灵恰风的少年囡仔，就讲阿姨，你要停车呢？就帮伊甲车牵好好。人阮正德个甲我讲，人阮教会我有圣诞晚会呢，你要来参加无？咱两个真正入来呢。哦，感谢主啊！我是毋知伊到底有看到即个画剧无啦？伊若有看到，绝对会感动。阿门。希望如果一个感动，就救着一个人的灵魂，嘛是救着伊全家，嘛救着整个社会，救着咱台湾规个国家。阿门。影响力非常的大。我即摆要来做消息报告。感谢主的恩典，恭喜咱吴文景、叶天士、
所孙岛3位兄弟，今仔日要来受洗，来归入主名，愿上帝赐福因伫主爱中一同来成长，进入属灵的大家庭。第二，个人的奉献编号的位置，明年有做一寡小可调整，请兄姐伫年底以前，甲你个人的奉献柜的收据、奉献地，家己带倒转去处理。多谢各位兄姐的配合。第三，12月27，礼拜三早起10点，南部教区要伫这个台南圣教会举行年终的牧者联谊甲聚餐，本会牧者拢会去参加。第四，年度跨年的祈祷会定于12月31，就是下礼拜日暗暝9点半到凌晨的10分，要举行。这个敬邀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做伙来孝顺上帝赐予咱归档的恩典，并做伙来仰望上帝的恩赐，带领未来新的一年。第五，本会段淑萍姊妹12月16暗暝蒙主的温调，倒转去天家，定于2024年的正月初6，礼拜六上午的8点半，伫殡仪馆要举行入墓的礼拜。下晡2点，伫安乐圣教会举行告别礼拜，敬请兄弟姊妹做伙来送别咱亲爱的姊妹，并且为家属守望祈祷。以上报告，敢有补充？若无，咱请敬拜团。谢谢。哈利路亚！感谢主的恩典，甲咱同在，圣事福气互咱。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子，咱伫伊的面前来感谢，来献祭。伊是听的主，答得咱而乐；伊是施恩的主，伊是公义的上帝。咱伫伊的面前欢喜，来吟诗，来唱歌，来学乐伊。咱请同齐做伙站起来，同齐来吟唱诗歌，敬拜咱的主。我要弹琴歌唱，称颂你名，因为你大作为真奇妙。全地啊，着用声述说你的荣耀，全心来学乐你。拍鼓跳舞，弹达样乐器，出大声，天地同唱歌。见证荣耀，大君王已降临，宣告主伊得胜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的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的主，哈利路亚主，我称颂你，哈利路亚你得胜。我要弹琴歌唱，称颂你名，因为你大作为真奇妙。全地啊，着用声述说你的荣耀，全心来学乐你。拍鼓跳舞，弹达样乐器，出大声，天地同唱歌。见证荣耀，大君王已降临，宣告主伊得胜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的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的主，哈利路亚主，我称颂你，哈利路亚你得胜。我要弹琴弹唱，称颂你名，因为你大作为真奇妙。全地啊，着用声述说你的荣耀，全心来学乐你。拍鼓跳舞，弹达样乐器，
出歌声，天地人唱歌，见证荣耀大君王已降临，宣告主因得胜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主，哈利路亚主，我称颂你，哈利路亚你得胜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主，哈利路亚主，我称颂你，哈利路亚你得胜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这个时阵三甲做伙同齐伫主的面前来献上感谢而乐的祭，为着咱会当活着来感谢主，为着咱得到上帝救赎来感谢主。为了咱伫苦难中有主耶稣陪伴咱同行人生的路来感谢主，为了上帝赏赐予咱会当平安健康到日如今来感谢主，为了上帝所赏赐一切丰盛，咱感谢主。为了病痛当中，上帝亲自陪伴咱来感谢主，开声来感谢来学乐，你就要经历迄个更加大的关联，上帝主甲你同在，开声来祈祷来学乐，请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圣哉，圣哉！全能的主上帝，你会疼痛赢过死亡的权势，你的能力赢过一切疾病，你会稳定疼痛，甲你甲敬畏你的人三甲同在。主，我们称颂你的名，因为你的名超乎万名以上的名，全地的拢要来述说你的荣光，因为你照顾、你保护、你看顾阮，直到如今。你是耶和华上帝，我们专心来学到你，将着所有重担给放落来。上帝啊，因为知影你的主，你是每一日背负阮重担的主上帝。主，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是日日背负阮重担的主上帝，所以我要感谢你。主，你是日日每一天背负我重担的主上帝。所以我要感谢你，要感谢你，因为你将你的平安赏赐阮，你全然担当阮的苦楚，你为阮来承受一切的重担。主，所以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的疼痛，感谢你的照顾，感谢你的恩赐。我要弹琴歌唱，称颂你名。因为你大作为真奇妙，全地啊，着用声述说你的荣耀，专心来学乐你，下个跳舞，弹弹扬乐器，出歌声，天地当唱歌，见证荣耀，大君王已降临，宣告主因得胜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主，哈利路亚主，我称颂你，哈利路亚你得胜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主，哈利路亚主，我称颂你。哈利路亚，你得胜！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主，哈利路亚主，我称颂你，哈利路亚，你得胜！各位亲爱的姊妹，请坐。咱的主欢喜，甲咱三甲做伙同齐徛起，恳求咱的主引带咱，上面咱的主嘛咧期待咱会当甲伊三甲同行。咱既然对主得到平安，也着用咱的活命三甲做伙活出喜乐感谢。安尼，咱的生活就会亲像一首感恩的诗歌。来向着世间人见证，来见证上帝的疼痛。阮求你
白鹰甲我同行，用你慈悲成就引带我，阮求救主掌管我生命，赐我平安，予我完全。无论我行偌济也叫困，你的疼是叫甲我同在。感谢你用这款大听他，予我喜乐，赞我一生，我的生命亲像我的学了，感恩的歌，喜乐的歌，我要唱一声的歌，甲世当温柔，我心爱的无所，困求天白鹰甲我同行，用你慈悲成就引带我，困求主掌管我生命，赐我平安，予我完全。无论我行偌济也叫困，你的疼是叫甲我同在。感谢你用这款大听他，予我喜乐，赞我一生，我的生命亲像我的学了，感恩的歌，喜乐的歌，我要唱一声的歌，甲世当温柔，我心无落无所，我点主的来引拢无惊，因为主永远甲我同行，我心靠信主是永远好，予人不怕，予人勇行。我要真心真意服侍你，我要搁顾你一生存命，搁要传扬你稳定听他，予全人类在你的听，我的生命亲像我的学了，感恩的歌，喜乐的歌，我要唱一声的歌，甲世当温柔，我心无落无所。我的生命亲像一首歌，生
一首歌要学人，感恩的歌，喜乐的歌，我要唱这声的歌，甲世人同温柔，我心无落无山，我点子的内面拢无惊，因为主永远甲我同行，我心确信主是永远我，予人望，予人用行，我要真心真意服侍你，我要高举你一生尊名，也要宽容你阮的疼痛，予全人类在你的听，我的生命亲像我的人，感恩的歌，喜乐的歌，我要唱一声的歌，甲世人同温柔，我心无落无山，我的生命亲像我的人，感恩的歌，喜乐的歌，我要唱一首听的歌，甲世人同温柔，我心无落无山。上帝，咱献上咱的感谢，也将咱一生奉献予主来路用。亲像这首菲律宾的民谣安尼讲：主啊，求你感纳阮虔诚的奉献，阮要满心感谢你极大的恩典。但求你赐福，予你所疼痛的囝儿享受你的慈爱，永远无离。主求你感动，阮虔诚奉献，阮满心感谢你极大恩典，但求你赐福，你所疼囝儿享受你慈爱，永远无离。主求你感动，阮虔诚奉献，阮满心感谢你极大恩典，但求你赐福，你所疼囝儿享受你慈爱，永远无离。主求你为阮做清气的心，像使阮内面有清明的灵，但求你引带你所疼囝儿，一生阮跟你永远无离。主求你为阮做清气的心，像使阮内面有清明的灵，但求你引带你所疼囝儿，一生阮跟你永远无离。主求你感动，阮虔诚奉献，阮满心感谢你极大恩典，但求你赐福，
永远无离。只求你为我做清气的心，想使阮内面有情真的灵。但求你引带你所听囝哩，一生阮对你永远无离。天父上帝，阮向你恳求，赏赐阮清气的心，互阮内面定心有正直的灵，引带阮、保守阮，伫你的疼痛内底，伫你的公义甲你的圣灵的引带内面，互阮得享你纯洁、纯正、光明的疼痛。祝你保守引带阮的心思意念，互阮伫你的内面真侪光明的囝儿，就亲像基督是上帝你真光的显现，叫阮伫这个地面上徛起，得享你真光的照耀甲引带。感谢主你的疼痛。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三个做伙起立。咱要用顺人声来吟唱这首的诗歌，用这首的诗歌伫主的面前来祈祷，用这首的诗歌成做咱的献祭伫主的面前。咱用顺人声来吟唱，请。主求你感动，阮虔诚奉献。我满心感谢你叫大恩典，但求你赐福你所听囝哩，享受你慈爱，永远无离。主求你为阮做清气的心，想使阮内面有正直的灵，但求你引带你所听囝哩，一生跟对你，永远无离。主，这是阮的祈祷，也是阮的恳求，阮的仰望。独独伫你的引带内面，阮才会通得到迄个真实的平安。阮拢亲像羊仔，迷失了家己的路。阮偏行家己的喜爱，阮甚至坠落到伫深渊的内面。总是因为你的疼，你亲自来找阮，并且甲阮找到，就带阮倒转到伫主你羊条的内面，受你的照顾，受你的保护，受你的养赐。愿荣光归乎你，愿你的慈爱、教示、公义、正直的灵，继续伫阮的活命内面来发动，互阮一生的年日，成做上帝你的欢喜。恳求祈祷感恩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现在咱三甲做伙，同齐来上读新的诫命。你着真心、真诚、真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诫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；第二个也亲像是讲，
你着疼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神旨的总尽头。我用新的诫命予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阿免，请坐。咱要三甲做伙同齐来启用。启文第52篇。启文第52篇，我来启，请兄弟来用。我乃当讲万人的方言，并天使的话语，却无听。我正做面的螺，向的八共款。我若是有先知讲道的能力，也明白逐样的奥秘，逐样的知识，并且佫有全备的信，互我会当刷山。却无听，我就无算袂着啥物。我若将所有的真济送向人，佮写家己的心，互人分享，却无听，犹原甲我无益。听是恒久忍耐，我有温柔，听是无嫉妒，听是无自夸，无激动，无做见笑的代志，无求家己的益处，无紧紧受气，无计算人的歹，无欢喜不义，只欢喜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仰望，凡事忍耐。听是永无止息。如今尚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听，这三项其中上大的是听。阿免。愿上帝赐阮伊家己的话，也祝福互每一位听谈伊话语来尊敬的人，互听伫咱当中显明上帝伊极大的慈爱加怜悯。咱即时请掀开周报第4面。咱要同齐做伙来上读。本周主要的经文，咱同齐做伙来上读，请。就生了头体的囝，用布包起来，放伫马槽内，因为客店内面无所在。伊到家己的所在来，家己的人颠倒无接待伊。家己心内思想讲：我的出产无所在收藏，要安怎样呢？也伫刺皮内面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后来有细像的思路、钱财的迷惑，甲道克掉咧，就袂会结实。毋通家己心内讲有阿伯拉罕做阮的祖宗。我甲恁讲，上帝当对这个石头中，甲阿伯拉罕兴起子孙来。众百姓甲细利听见了约翰的话，就受了伊的洗，就掠上帝做义。但法利赛人甲律法师无受约翰的洗，竟为家己废弃了上帝的旨意。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做税吏长，是一个财主。撒该徛着对主讲：“主啊，我甲所有的一半互送向人。我若早起了想，就行伊4倍。”耶稣讲：“今仔日救恩临到了这个家。”阿免。搁再一届，咱三甲阿头来祈祷。神圣的主上帝，阮伫这个时阵三甲做伙，伫你的殿中。阮恳求真理的圣灵来除去我遮砍阮面上的手巾啊，并且甲阮目睭顶悬的鳞片，甲伊刷开去，互阮的心无搁再包油，互阮的灵向你拍开，通叫阮对主你来领受真实活命的话语，叫阮领受了，叫阮明白了，叫阮尊敬了，就叫阮得到福气。
得到权柄，会当伫主你赐福互阮地面上徛起的日子，行使上帝国的权柄，甲人带入上帝你的救恩内底。愿仰望你会听通，因传赐互阮，恳求真理的圣灵运行伫阮当中。独只有上帝你的灵伫阮当中，阮才有法度真正领受、真正明白，并且伫真理中自由、有能力、有权柄。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我有几摆带客栈的经验。即款带客栈的经验，也互我有真侪无共款的经历。到目前我60岁进前，带过上介好的饭店，是一暝要3800块港票，一暝3800块港票，迄是几年前，迄一届的时阵，牧师赶无转来，迄阵请牧师娘施洗礼的时阵。3800块的港票，大概合咱台湾钱432钞，15000块、16000块左右。我会带迄个饭店呢，是因为我去中国了，爱倒转来香港转机。结果呢，中国迄个所在落大雨，了飞机飞来到遮的时阵，已经11点外。但是对香港要飞转来台湾的飞机9点外、9点通就飞啊，所以阮的飞机接无到。接无到的时阵，尾啊我才知影，阮迄车的飞机拢总是同齐要转来赶迄班9点外对香港飞转来高雄的。结果飞机无飞，因为11点外迄一天嘛无飞机啊，所以航空公司呢，就甲阮接去伫即个饭店住。迄一天去到遐对遐全部的人拢整理好啊，送去到饭店的时阵，已经透早1点左右啊，半暝1点左右啊。了后的时阵，讲6点的时阵爱搁集合，所以呢，伫遐款较好，已经点半洗者身躯，赶紧的去困。结果的时阵5点半起来，去迄个餐厅拍包一寡物件，了后6点就出来。带上贵的饭店，带上短的时间，差不多带4、5点钟尔。迄是3800块的港票加在毋是家己出的，无心肝疼丢丢。牧师现出时呢，做即个教区长，做教区长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呢，伊若出去服侍甲所有教区的活动内底。那么呢，牧师呢出门的时阵，因拢会甲教区长准备一个房间。那么主办单位呢，有的时阵佫会甲教区长的房间升档。原本是一间800块的，可能变甲一间2400安尼。就是伊会升档啊。牧师甲各位讲遮的时阵，是要甲各位讲。一个遮卑微的人，但是因为伊的身份了，伊可能就会受到特别的待遇。对咱来讲，检采你若做总裁像阮见机一世纪出国的时阵，我看伊拢带迄个5万的款呢。好啦，无论安怎样，我是讲含票啦，含票嘿。所以呢，无论安怎样你会看到一样代志，就是你的身份其实会有真有可能，互人对你有真侪好的款待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但是你知影，有一个君王，来到家己的所在，但是伊无所在通去住。伊的所在是伫即个饭店内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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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伊的所在是伫即个饭店内底
如果咱真正知影耶稣基督是万王的王、万主的主，但是圣经来到伫这个所在讲什么话？讲当玛利亚、当耶稣基督因着圣灵正运，了皇帝叫因着爱倒转去报户口的时阵，玛利亚来到伯利恒。但是因为迄个时阵人遐尼济，大人拢要转去报户口，因为皇帝讲这样代志，大人拢爱转去报户口，因为报户口会统计人数，另外佫会当照着人数来增加税收，做详细的调查。所以皇帝每14年，罗马皇帝每14年，因就会有一届做户口普查。玛利亚伫这个时阵和约瑟同齐做伙，约瑟是伊的未婚夫，带伊来到伫这个所在，伊伫迄个时阵将要生产，但是来到伫迄个所在的时阵，圣经真忠实来记载这项代志，因就伫迄个玛利亚就伫迄个时阵生了囡仔，但是当伊生囡仔的时阵，你真注意讲，伊用布包起来。这个用布包起来，毋是一块咱迄个大的包袱巾啊，毋是，是一条一条，亲像咱的丝巾啊安尼，一条一条安尼豆豆包起来。所以伊毋是一块大块布，伊是一块矮的布，较矮的布，但是较长了的，安尼亲像垫起来的。哦，好带吼对，哎，差不多是迄款物件。所以你会当了解讲，耶稣基督万王的王，但是伊出世来到伫这个所在的时阵，圣经讲，第一，伊无有真大块布通去甲伊包起来，是用上介简单有法度甲伊包起来，甲伊包起来，了放伫倒位？放伫马槽内，也是讲伊带伫马条内底。这个是有两种的翻译，但是无论安怎样，迄个所在拢毋是咱即落一般的人咧住的所在。伊放伫马槽内，或者是伊伫马条内底。当然，迄个时阵有可能马条内底是无马的，总是伊是放伫一个真卑微的所在。但是是安怎伊会放伫这个遮尔卑微的所在呢？圣经讲，敢若有一个原因，因为客店无所在。是安怎？客店无所在。客店这个字原本是少人住的所在，但是伫这个所在，互其他的人拢总甲伊住起来，拢总住甲满满，所以少人住的所在就无地住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圣经讲，这个地球、这个世界是主耶稣基督和天父上帝甲圣灵同工所造成的，但是伊来到伫家己所创造的所在。总是来到伫这个所在的时阵，却是安怎样？伊无所在通好住。伊到家己的所在来，这是伊的厝呢，这是伊起的别庄呢。但是，互人住到一个地步，是人无法度来接待伊，无认出伊就是万王的王，无认出伊就是万主的主。是安怎客店会无所在？客店无所在。对着圣经内底来讲，有几样代志。咱的心就是上帝徛起的所在，咱家己的内面就是上帝伫咱活命内底所要经营的。咱的日子是上帝所赏赐咱的，咱的生命是伊予咱的。主耶稣要入来到伫咱的内面，但是咱家己嘛真侪时阵讲，主啊，我内面无所在，是安怎家己无所在？圣经内底有几大种原因，总是我今日敢若提几点来讲。第一，就是咱人过头追求钱财过头，真侪人会将安全感建立伫钱财的顶面。钱财有好的路用，但是钱财无应该成做咱人生追求上路尾的目标。亲爱兄弟姊妹。这个好野人，伊伫迄个所在讲，我呢正做愈来愈侪我钱愈来愈侪，安尼正做修行丰收甲无地通好囥，伊就讲安尼，我
遮尔济安尼，我无所在通好藏要安怎呢？迄一暝，上帝甲伊讲：无知的人啊，今仔日阴暗就要取走你的灵魂，你所备办的要为着什么人呢？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活命的归属比咱所建造的钱财更加重要。第二，咱的关注的目标错误了。主耶稣讲一个比喻，讲当迄个上帝道临到人的时阵，有时咱因为世界的思路。什么是思路呢？迄个思路就是讲极度去关注这样代志，热切较无爱一个人，还是某这样代志。有人足爱跋筊，迄手拢安尼镜头拢剁断去，伊嘛是有才调跋筊。有人足爱旅游，你刚才听起来的时阵，旅游嘛毋是啥物歹代志，但是逐礼拜拢经礼拜日出去旅游的时阵，这个代志可能就淡薄仔值得思想。有人伫伊的生活内底，可能真注重伊后生查某囝将来安怎样啊，会当做医生、做律师，就亲像张暗迄个演技共款。伊爱我的囡仔后界伫世界有成就，但是呢，有来做礼拜敬拜上帝无要紧。对着伊来讲，世界的成就会诚侪，伊人生上怪大的拍算甲目标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有一天咱拢爱面对上帝，上帝会甲咱请问一个问题：了无人，我所赏赐予你的生命，你拢该用去倒位？咱可能有真侪真水的想法，讲啊，我做医生，我医治人啊。这个讲法是一个包装的讲法，也是出自咱内心真实对上帝听的回应呢？这个代志值得咱思考。第三，有的人会感觉讲，我若讲信耶稣啊，我阿嬷嘛信耶稣。迄间礼拜堂哦，佫是阮阿公阿嬷迄阵的时阵哦，甲迄土地献出来，才起这个礼拜堂的呢。所以我哪会袂得救？我一定会得救啊！我敢若奉献这个土地吼，我一定会得救的。我无得救，我若讲我阿嬷嘛会甲我带起嚟啦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个观念非常的恐怖。马太福音3章9节，主耶稣对着这个人有这款想法的人，甲伊讲：恁唔通家己心内底想讲有亚伯拉罕做阮的祖宗，唔通有这款有想法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腹肚枵的时阵，阿公阿嬷无法度替你食饭；你艰苦病痛的时阵，爸爸妈妈无法度替你受苦。虽然爸爸妈妈替你真操心，但是伊永远无法度为你受苦。咱的日子爱真斟酌。每一个人的得救是家己和上帝的关系。信主耶稣，这个人伊就得救；若无，伊的日子就会落到伫离开上帝愈来愈凄惨的境界，终其落尾就落到伫地狱的所在。另外一款情景就是，一寡人会感觉讲，我已经做了真好啊！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人做了真好是无毋对，但是我做了真好的时阵，敢会当无承认我就是廖杨雪伊的后生？我就是做甲总统啊！吼，我敢会当无承认我是廖杨雪伊的第二个后生？你就是做甲联合国的主席，你敢会当讲你毋是恁老爸老母所生？人若是自觉，感觉讲我都无需要上帝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都爱真斟酌这项代志。你无需要上帝，这句话是毋对的。上帝无需要你，这句话才是真的。上帝毋是靠咱的敬拜来活，但是咱是靠着敬拜上帝，咱人才活会落去，才有法度活到永远。咱的生命今仔日是上帝所予咱的。当咱拒绝认上帝做咱的老爸，当咱拒绝上帝是创造咱的主，安尼咱就是自绝伫活命的源头。所以，
主耶稣对着这个人讲：恁唔通安尼想。约翰对着这个人安尼讲：恁着爱斟酌倒转来，归往迄一位，为你降世，为你钉十字架，为你对死搁活的耶稣。但是法利赛人，因伫当中掠家己做好，因感觉阮就是会当靠着阮的好行为，阮一定爱得救，阮无需要上帝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是非常危险的想法，咱得爱斟酌。那呢，当咱的心内底有欠缺，咱内底无所在，是因为咱填满足这代志。但是今仔日，咱爱有所在，互耶稣基督通好徛起。真正的客店伫倒位？咱每一个人拢是客店。你的心就是耶稣会当徛起的所在，我的心也是耶稣会当徛起的所在。人若接待耶稣基督同齐徛起，伊的心就会成做耶稣基督徛起的所在。迄就是你活命内底上界水的救恩。除了安尼以外，人的心就会落入去伫一个状况。基督会甲伊创造的所在，互咱，伊要来甲咱三甲同齐徛起。总是咱伫迄个所在，确实对伊讲歹势啊，无所在啊。无所在是因为咱伫迄个所在，将着咱的心放了爱情，放了钱财，放了咱追求世界的名声地位，放了咱家己的自高自义。咱伫迄个所在，甲上帝放伫身边，甲耶稣基督讲：歹势歹势，拢无所在啊！那咧到伫落尾，咱的人生会真正会伫倒位？有钱财毋是毋好，圣经内底有钱财，有好嘢人，这个人叫做撒该。撒该伊是，并且伊的名声地位名望嘛真好，伊阁是一个啥财主。了，当伊拄着耶稣基督的时阵，伊甲主耶稣讲：主啊，我要来到伫你的面前。当伊邀请耶稣基督甲伊讲：撒该，我要去恁兜。撒该伫迄个时阵，毋是甲耶稣讲：歹势歹势，阮兜真乱，歹势歹势，你毋通来阮兜。毋是，撒该讲：哦，主啊，你要去阮兜，好安尼真好，紧诶好，伊就安尼甲耶稣基督带去。带到去因迄个厝的时阵，真侪人伫迄个所在，就安尼纷纷议论讲：啊，这个耶稣原来毋是啥物好物啦，含这个税吏长做伙，含这个财主做伙啊，然贪心啊，原来是爱食好啦，爱做勤恳啦，所以毋才会甲伊做伙，拢结交遐好野人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耶稣基督对头到落尾，袂怨切人好业，并且伊欢喜赏赐人好业。总是咱爱知影怎样使用这个钱财。钱财是上界好的奴才，但是伊却是上界歹的主人。所以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会当明白。迄个时阵，撒该甲主耶稣带到厝内底的时阵，耶稣伫遐尼坐倒，但是撒该怎样？圣经伫这个所在讲，伊就伫迄个所在徛起来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伊徛起来，这是表明一项代志。伊伫遐尼。伫遐来三甲，伊徛伫耶稣基督的面前，伊来表明伊家己的美色。主耶稣是坐咧，但是伊是徛咧。总是咱会通了解，一个人有钱毋是犯罪，好业应该，上帝也欢喜互咱好业。但是，亲像过去这个财主撒该用无公义的方法来抢人的钱，安尼是毋对的。但是虽然过去咱有犯过罪，咱是一个罪犯，但是咱会当改变。撒该伫迄个所在改变，伊伫这当中讲了一项代志，伊伫遐讲：主啊，我甲所有的一半送养人，伊就甲这4倍了后，伊就伫迄个所在讲：我甲这行人伫迄个所在行伊4倍。伊开始甲伊活命内底拥有的施舍予别人。第二部分，伊伫咧所在开始断绝不义的收入，伊做出赔偿。第三，伊伫迄个所在离开，伊讲：我若是诈欺了什么人，上帝啊，主啊，我伫迄个所在对他以后无搁再做。所以撒该伫伊的活命内底有3种，就是断舍离。伫伊活命内底，伊开始来改变伊的人生。
亲爱兄弟姊妹，并毋是因为撒该断舍离，所以伊会当拄着耶稣，毋是。请咱注意迄个顺序。人生的改变是因为撒该拄着耶稣，所以才开始有法度断舍离。若甲无的时阵，咱就真容易继续活伫咱的活命，照着咱的旧惯势、旧的歹的生命。今仔日耶稣基督降生来到这个世界，就是要更新咱的生命，要想事，互咱有一个新的开始。撒该伊伫当中是一个典型的人物，伊做过歹，伊诈欺过别人。伊伫迄个所在拄着耶稣的时阵，耶稣开始互伊的生命带来一个新的愿望。咱爱拼出空间，咱爱真正邀请耶稣入来咱的生命，安尼主会有徛起的所在，了你的生命会开始带来改变更新。约翰福音1章12节，咱同齐做来读，请。见若接待伊的，就是信伊名的人，伊就赏赐因权柄做上帝的儿女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信主耶稣，更新活命的改变，毋是做啥物真大的代志，就是干那一个代志，拍开心门，听主耶稣吩咐咱的代志，了后咱就去完成。主耶稣讲安尼，今仔日救恩临到这个家庭，请注意，毋是临到撒该，是临到啥？临到伊的全家，临到伊的全家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的心，咱有心，互主伫咱的内面无？咱有伫伊的厅内底有一个所在，互耶稣基督徛起无？迎接主耶稣，互主耶稣基督降生伫你的内面。什么是降生伫你的内面？就是开始遵照伊的话去行去做，承认伊是你的主，是我的主。安尼，咱的生命才有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美好的圣诞节。圣诞的意义在伫咱开始甲耶稣基督连接做伙，开始活出基督荣耀的款式，这才是真正的圣诞。咱三甲额头来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阮伫这个时阵仰望你的听，亲自赐恩，甲阮同在，保守引带阮，互阮进入伫上帝你家己的祝福。求你亲自帮助阮。圣灵的快乐加添伫阮的身上，互阮除去遐无应该放伫阮心灵内底，通互阮的心清气，灵魂洁净，会当活出耶稣基督所赏赐降生伫阮灵魂内面真实的活命甲祝福。阮安尼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日真感谢主的恩典，要来为着文敬兄来行洗礼。咱求上帝亲自施恩，怜悯帮赞伫咱的身上。我说呢，咱伫咱的活命内面，那个后面帮我扣上去。两个扣子都扣平了，扣平了吗？用后面要扣。
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这个时阵，咱三个做伙同齐要来见证文经兄伊的洗礼。牧师嘛，应该安尼讲，文经兄其实是比我更较自深啦。30几年前的时阵，我来遮的时阵，其实伊就已经伫咱安乐圣教会。了，文经兄是一个真注重孝顺、疼痛、敬爱父母的人。啊，伫伊的年日内底，伊真孝顺父母。了，牧师嘛定定为着文经兄咧祈祷，佮文经兄厝内底的人也拢总为着文经兄咧祈祷。迄一天的时阵，牧师嘛听到文经兄要洗礼啊。了过6天吼，伊拢甲我问一个代志。啊，文经要洗礼啊，真诶哦。啊，明仔载的时阵哦，佮问一届。啊，文经要洗礼啊，啊真诶哦。啊了，佮后日佮问一届。啊，文经要洗礼啊，真诶哦。哦，伊欢喜甲无法度相信，你知无安尼哦？啊，总是咱感谢上帝，伫伊诶听内底，上帝真正成就这个美好。圣经内底讲，有一个人归向主上帝。当伊的名字记伫活命册顶的时阵，含天顶的天使，拢含伊三甲做伙欢喜。所以咱今仔日要三甲做伙伫遮呢，同齐来见证这个神圣的时刻。咱邀请文经兄来到头前。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这个时阵咱要三甲做伙，为着文经兄来施行洗礼，咱三甲做伙同齐来祈祷，同齐甲上帝的国度伫天上，同齐来做伙做见证。亲爱至圣天父上帝，以及为阮降世救主耶稣基督，并感动阮心灵的圣灵，阮感谢你，享受你救恩的恩典伫阮当中。今仔日，阮同齐伫这个所在，要来为黄文经兄弟来行这个洗礼。父上帝，你亲自伫阮当中享受疼痛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将救赎的恩典赏赐予阮。圣灵，阮感谢你来感动阮的心，互阮会通有这个恩典领受救恩。并且甲正圣道同齐得到上帝国的产业。阮感谢主你的听痛，愿上赞阿乐荣光归于你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文经啊，请你跪落来，跪来，OK， 谢谢。各位亲爱兄弟姊妹。这个时阵，咱三甲做伙同齐组织，是要来为着黄文经兄弟来行洗礼，是照着圣经所教示咱的，因着三位一体的上帝所赏赐予教会的权柄，赏赐予牧师的权柄，以及台湾圣教会赋予牧师的职分甲责任。所以，黄文经兄弟，我这个时阵要为你来行洗礼。伫你要受洗礼之前，我有3个问题要请问你，你着斟酌思考了后，诚恳来回答。这要做你洗礼的证据，甲你信仰的告别。第一，是毋是你相信耶和华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？你的活命也是伊所赏赐的。你愿意安尼来相信吗？来大声讲。第二，你是毋是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独生子？伊为着你降世来到这个世间，并且为你的罪钉死伫十字架顶。第3日对死里搁活，正做你会当相信伊的证据。你是毋是愿意相信
承认耶稣基督是你唯一的救主，你愿意安尼相信吗？第三，对待以后圣灵要徛起伫你的心中，你着照着伊的感动引带你的时，殷勤读圣经，忠心来服侍主。圣神感动你的时阵，你就即时降服落来，互你的活命伫圣灵的引带内面，进入一个更较大的阳光甲祝福。你愿意安尼顺探圣灵的引带，相信伊对你的疼痛吗？黄文敬兄弟，因为你所做的信仰告别，来甲目睭开开，甲目睭开开。亲爱的爸上帝，亲爱的主耶稣，亲爱的主圣灵，愿伫这个时阵，因着文敬兄信仰的告别。所以，愿即时奉圣爸、圣囝、圣灵的名，为黄文敬兄弟来施行洗礼。伊的名字黄文敬，记伫上帝国活命册顶。文敬兄弟。你所行一切美好，我已经拢总业纳了。你唔通阁为着过去艰苦忧伤，因为旧的代志拢总过去，新的祝福要继续来临。我是你的主，我保护你，我引带你。你若顺探我的话语来行，我就要互你丰收百倍。我是你的主，是你的王。我既然用着活命为你来牺牲，我还阁有啥物话袂当互你的呢？亲爱的囝儿啊，我爱你，我用永远的听你。你的眼目爱斟酌看我所想述互你所拥有现处时的一切，定定孝顺我所想述互你的，唔通去看遐你也未得到的，用信心甲学乐来敬拜我。我要互你的土地结实30倍、60倍、100倍，也要互你的活命得享平安、稳定甲疼痛。因为我是你的主，是你的上帝，是看顾你的耶和华。这是主上帝所想述的，靠圣爸、圣囝、圣灵的名。阿门。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来，咱这个时阵，甲各位介绍。伊毋是黄文敬先生，来看落来。伊现主持是咱教会内底所亲爱的厝内面的人，黄文敬兄弟。咱拍拍伫主的内面欢迎伊，感谢主。这个时阵，咱请咱教会牧职同工以及咱的执事小组长，同齐做伙来头前，和文敬兄同齐握手来欢迎伊进入上帝的国，同齐伫主的厅堂内底。有缘邀请牧师、牧师娘原来同齐做伙来好无吼？谢谢来请老牧师、牧师娘同齐做伙来真欢喜伫这个神圣的时刻同齐做伙来。咱请现今的牧师等者翕一张相等者做伙相。牧师娘等下做一个翕相谢谢。咱请牧职同工以及咱的这个啥？这个时阵呢，咱要来甲文敬兄颁发证书。设立证书自证明黄文敬姓白南，出世日期主要1952年10月22日，
领洗日期之后2023年12月24日，经本会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名洗礼，成做上帝的儿女，接纳连结伫教会，享受圣餐团契，同心服侍，安乐圣教会主任牧师梁伟立生。以上，谢谢。大家来摕好，有间摕咧，来 ，OK 来，好来。感谢主，谢谢，多谢，恭喜，好，感谢主，好，文敬啊，谢谢，多谢。下面这段时间，咱要同齐做伙来共守圣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每一届圣餐内底，拢是纪念基督为咱的牺牲。咱固然是咧食这个饼甲杯，是这个神圣的礼仪，但是咱的确爱会记，饼甲杯是表明基督为咱擘开的身躯流出的宝血，迄是牺牲，愿意为人付出。愿意用家己的活命来服侍人，这才是基督按照咱所讲的，用活命来服侍，真正牺牲，用安尼行来纪念主。纪念主不但是这个礼仪，纪念主更加重要的是用咱的活命效法基督同款，用活命来服侍人，来祝福人。咱同齐来祈祷。主伫这个时阵，我们要共守圣餐。亲爱的圣灵，恳求搁再一届光照阮，互阮悲悯心来孝念基督所做一切美好的牺牲，帮助阮引带阮。互阮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的时阵，基督活命进入阮的内面，互阮真实照主所行的去行。主你讲，阮着用安尼行来纪念你，效法你的牺牲，愿意为人付出，愿意来服侍人，互人因为安尼来看到。爸的疼痛甲阳光，同心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这个时阵，咱要诚心邀请见来奉爸囝圣灵的名，接受洗礼的兄弟姊妹，同齐来共守圣餐。即使你若是还未接受洗礼，请暂且无领受这个饼甲杯。每当你啉这个杯、食这个饼的时阵，都爱家己审察家己，相信耶稣基督的血、伊的身躯、伊的救赎洗净你一切的罪，并且搁再一届倚靠圣灵，愿意来行主的路，爱审察家己。若是咱无审察家己，若是咱无有信心相信基督的赦罪，安尼咱就是咧食啉家己的罪。所以今仔日咱三甲做伙伫遮，咱同齐要来守圣餐，就亲像当日保罗所传予咱，就是耶稣基督受卖迄一暝，摕起饼来，祝谢了。就掰开，摕互学生讲：这是我为恁拍破的身躯，恁摕来食，用安尼行来纪念我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的确要安尼行，愿意为人牺牲家己的福利、权利，
通互基督的疼伫你内面显明出来，啊，透过安尼来见证上帝的疼痛，借着你来显明。所以你每逢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的时阵，也着彼此等待，也着家己审查家己，通互你的活命伫主的内面得主的欢喜。这是耶稣基督的身躯为你所拍破的。你每逢摕到这个饼、摕到这个杯的时阵，就彼此等待，也着审察家己，愿意靠着圣灵的溃烂，亲像基督的疼去疼，亲像基督顺坦被上帝去顺坦。独独安尼行，咱才是真实地纪念主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身躯为恁所拍破的，食我的肉，啉我的血，有活命伫伊的内面。伫末日，伊也要搁活。这是耶稣基督的身躯为你所拍破的。你每逢摕到这个饼的时阵，就审察家己，也就互相等待。这个等待内底是表明了，我无行伫你的头前，我嘛无落伫你的后边。咱既然同齐成做兄弟姊妹，咱就彼此相听，咱就同心同行。我跋倒的时阵，你来甲我牵起来；我软弱的时阵，你来安慰我。你是我的手，我是你的脚，咱同齐行天路。这是耶稣基督为你所拍破的身躯，咱也着安尼愿意为咱的兄弟。为咱的姊妹来付出活命的代价甲牺牲，用安尼行来纪念主。来，请工会结束，为着这个饼献上感谢。哈利路亚！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阮真是卑微的白色的摇滚。我若是罪过充满的，但是因为主你的疼痛，差遣你的独生囝，为着救赎来到这个地面，我会当蒙受你节节恩典的祝福。主，愿将这个所在献上感谢和讹乐，因为你和你的独生囝，伊愿拍破伊的宝体，流出你的宝血。主，阮的罪过的缘故，互阮将这个所在得蒙洗净。主，阮将这个所在再出来领受你节节恩典的祝福。阮将这个所在满心感谢讹你。主，你也讲，你是光，互阮地面上脚下的日子，虽望有节节病痛甲患难，但是总你也嘛敢讲，你已经赢过掉这个世界，所以阮就无惊吓。伫你的面前，阮献上感谢讹乐。愿主，你的疼痛满满，来常常来引带转来着阮，我当徛，互你的心灵会当徛伫我的心中，会当常常来领受你的恩典的祝福。我的脚步稳固，拍开阮属灵的目睭，看见你恩典的祝福伫当中。主，阮将这个所在献上感谢个乐，愿主你保守看顾。我哋大声讲，我们一生一世伫你的殿宇内面，直到永永远远，永无改变。感谢阿乐，荣耀拢归于主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同齐用信心来领受基督为咱拍破的身躯，照伊的活命来行。饭后，耶稣基督提起杯来祝谢了，
就替互学生讲，这是我会为恁众人所留的，恁提起恁，就用安尼行来纪念我。这是耶稣基督的血，这是耶稣基督的血。基督既然为咱流出伊活命的血，咱的确也着爱伫主的内面，愿意为人来牺牲。基督上请为着遐有罪的，为着咱这有罪的，并且是罪孽深重的咱。基督上请也个愿意为我、为你来死、来牺牲。安尼，咱哪会当无疼咱的兄弟姊妹？咱敢毋是搁较应该疼惜咱厝内面的人，疼惜咱教会的肢体，搁较着一生服侍主，甲主同行。主耶稣讲，恁着安尼行来纪念我。你们用摕到这个杯的时阵，着审察家己，也着彼此等待。通过这款彼此等待，为着你厝内面的人祈祷。为着你的兄弟姊妹祈祷，为着教会祈祷，因为这是属灵的大家庭，咱是互相做兄弟姊妹，彼此互相扶持，同行天路。基督既然安尼行，咱的确也着安尼行来纪念咱的主。来，请真德执事为了这个杯献上感谢。阮感谢你，哇！你赏赐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为着阮世人的罪，主你来赦免阮，来救赎阮，互阮离开黑暗，离开罪恶，进入主你光明的国度。主，阮满心感谢你。阮有这个福分，成做你的囝儿，是永世代无尽的疼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也为着阮的罪，挂伫十字架顶所流的宝血来洗清阮一切的罪。主啊，阮一只啉这个杯，阮来感谢你，来纪念主你为阮所做的一切。主啊，阮会当为你做什么呢？主啊，求主你来帮助阮，阮每一日时常来纪念主你对阮的疼，阮就搁较来听主，尽心尽意尽力来听主，来听阮的厝边，听阮的这个教会，听阮的城市，听阮的社区，哦，听阮的国家，求主你来怜悯阮。阮会伫这个时阵寒冷的时阵，圣诞节特别来纪念主你降生的日子，阮特别为来思考，阮要安怎来听主。来听人，来求主你时常，阮也甲你的话放入阮的心肝内，免着来得罪人、得罪上帝。然后，阮感谢你，阮今仔啉这个杯，阮特别来纪念主你所为阮所流的宝血。阮也去加来听主来军队主，来求主来祝福，阮会当甲这个福音紧紧来传去到遍地，传去到咱的逐角落，来求主你来祝福阮所啉的、所做的，拢愿主你来纪念，阮来感谢基督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同齐用信心来领受基督为咱所流的血。咱同齐起立来吟唱诗歌，咱唱第5节、第6节。
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全能的主上帝，因着你今日纪念伊所行的，就是伊为你所做的一切，互你效法伊的活命，活出伊的阳光，活出伊顺服上帝的旨意，叫你的年日因为圣洁甲顺服，会当成做上帝设立伫地面上阳光贵重的器具。互你一生的年日，成做耶和华的见证，直到将来伫上帝国，甲主耶稣同齐啉迄个新的杯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现在兄弟请坐。下面咱有咱的主日学的小朋友要来带来诗歌的奉献。好，我们要一起先来念诗篇第1篇。第8篇。
下来我们要用一首诗歌，我们来献诗。那天使对他们说：“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”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：“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”
各再一次咱热烈的掌声，谢谢主日学所有的团队，谢谢。OK， 谢谢。咱感谢主的听堂，互咱会当三甲做伙，伫这个圣诞的日子内面，同齐来享受。特别这小朋友的献诗吼，实在是带来真大的欢喜。古早人讲一句话吼，一个囡仔较好，三个大人。哦，感谢主的恩典。好等一个时阵咱请咱的现任的执事吼，甲这个牧师同工以及小组长吼来头前翕一下相咧，因为摊拄遮吼咱有要献花的时阵献敬礼的部分，所以无翕着相，所以等下咱散会煞的时阵。咱三甲做伙同齐来甲这个文景啊，伫遮，对，做伙翕一下相。等一下，对啊，现在要奉献了。我知道，谢谢。好，咱这个时阵，咱同齐三甲做伙来奉献吼。咱来吟唱今日吟唱上尾第3首的诗歌，同齐做伙起立，同齐做伙来奉献。愿救主耶稣基督降生伫你的心灵内面，引带你的灵魂行伫光明当中。愿主耶稣基督降生伫你的家庭内面，互你的家庭充满伊的顺福、和乐甲平安。愿伫至悬的所在，一切荣光拢归予咱至悬的主上帝。愿伫地面上上界微细的角落，有上帝平安，甲因三角徛起。愿一切颂赞而乐归乎咱的主，因为伊有永远的听堂。愿你一生一世的年日，得耶和华上帝看顾，耶稣基督恩典的怜悯，并圣灵的引带，直到见主的日子，得伊的称赞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咱今日第一堂座位就到这两位请人也即请坐，咱请咱亲爱厝内面的人，以及咱牧师同工吼，以及咱的小组长，以及执事，咱会当三甲做伙过来头前帮忙翕一张相吼，谢谢。